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子靈星語 channel，又係我 Steven 啊。喺本集2026年丙午年12生肖來年運勢，我將會同大家分享屬猴嘅朋友。屬猴嘅朋友來年並無特別，各方面運勢都比較平穩，自身呢亦都冇太大嘅改變。運氣指數係3粒星。首先喺愛情運、感情方面比較平穩，努力維持現狀呢亦都已經唔錯啦。唔好嘗試過於主動，有時呢有機會適得其反噶。喺事業方面，工作冇乜太大變化，好好將自己手頭上嘅工作完成就得啦。如果想轉工嘅朋友，都係靜待時機，喺立秋之後呢先好做任何決定，努力做好自己。人哋嘅諗法呢係控制唔到嘅。至於喺財運方面，正偏兩財都係一般啊，唔好太想改變自己，見好就收。要學習忍一時風平浪靜，做好風險管理啊！最後喺健康方面，來年比較平穩，飲食呢要節制，以免腸胃呢出現不必要嘅問題啊！來年守命星係太陰星，幸運數字係2，幸運顏色係白色，幸運植物呢係百合花。本集就嚟到呢一度，如果大家覺得我條片有用，都係嗰一句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，之後 CLS 我嘅 channel。另外就係撳個叮叮鐘，咁就可以收到我 channel 最新資訊嘅啦嘛。而最後嘅就係幫手 share 俾啲朋友支持一下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